或者頭先講嘅阿士東維拉點解會作為全英超最差喺爭奪球權成功率方面呢？咁啊，我覺得干沙呢一個數據呢，亦都好明顯咧反映咗佢全隊波喺嗰個防守嗰個強度，同埋防守嗰個積極性，同埋個防守嘅成功率方面呢，係作為一個好好嘅代表性嘅人物嚟嘅。各位觀眾大家好，今集呢，同大家講下新轉會窗過嚟嘅呢個阿仙奴嘅新簽入嘅阿士東維拉嘅後衛干沙。咁呢，一如既往呢，之後足球台呢，各大平台呢，歡迎訂閱㗎。咁如果大家想睇到最新嘅數據分析啦，包括呢個比賽同埋轉會窗呢，咁啊我主力呢就主力做係做阿仙奴嘅。咁啊暫時嚟講呢，就多謝大家嘅支持啦，成績都唔錯嘅。咁啊希望呢繼續大努力同大家做啲高質素嘅節目。只有足球台。咁呢，干沙呢個球員呢，喺阿維拉呢踢咗7年㗎啦。咁呢，今年就28歲，咁呢轉會就係大概60M 度嘅價錢啦。咁睇翻舊年啦，首先睇翻阿士東維拉嘅呢個數據先啦。咁我抽取咗呢佢嗰個角維度，再加上呢個防守嘅數據嘅。咁啊，大家先睇左邊呢個啦。左邊呢幅圖呢，其實就係喺阿士東維拉嘅防守嘅呢個陣式上面呢，同埋個效果上面呢，其實呢英超球隊入邊呢唔算亮麗啊，只係排第14嘅啫。咁今日呢，主要就講呢個防守啊嘛，因為中堅嘅同埋呢個次選嘅右閘嘅人選啊嘛，干沙。咁啊防守方面呢，其實呢大家又睇翻右邊啦，右邊呢個呢就係阿士東維拉嘅防守。咁呢喺呢個最差嘅表現呢，就係呢個 defensive duel won 啊，咁即係講緊呢係呢個防守嘅拼搏嘅呢個即係呢個搶奪上面呢嘅成功率，咁就係得60% 嘅啫，咁係非常之差噶，咁係排20嘅啫，即係成個英超入邊呢最差嘅表現嘅喺呢個維度嘅球隊呢，就係阿士東維拉啦。咁啊，干沙呢作為呢個球隊嘅中堅嘅主力呢，轉頭呢又同大家講下佢嗰個人嘅數據啦。咁亦都再睇翻呢，仲有一個呢需要知道嘅呢，就係阿士東維拉嗰個防守線呢，其實係非常之低位啊。咁呢，相對嚟講，嗱，你見到最低呢，韋斯咸啦、般尼啦、諾定咸森林啦、水晶宮啦，跟住就阿士東維拉噶啦。咁當然啦，而家轉會窗而家加盟嘅阿仙奴呢，就係排第一嘅，呢個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咁啊44米 versus 呢，就呢個39米嘅，咁啊爭成5米咁高噶。咁呢，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咁我就再進入呢個人嘅呢個數據呢，咁啊大家呢可以大概呢估得到呢，我對呢趟嘅轉會呢，其實嗰個期望值呢，可能同坊間嘅一啲其他嘅YouTuber 又好啦，咁啊可能有少少唔同。咁我就暫時講到呢個防守嘅阿士東維拉呢方面呢，我覺得係喺嗰個方法上面呢，同阿仙奴呢係非常之唔同啊。咁啊，其他嘅維度包括譬如呢啲 PPDA 啊、防守強度啊，其實都係中游水準嘅啫。阿士東維拉呢採取咗一個呢，就唔係一個極端嘅防守陣營，亦都係唔係一個屬於非常之進取嘅防守陣營啦，可以咁講。咁你見到壓迫強度啊、防守強度呢啲呢，都唔係話非常之高，亦都唔係最差。咁啊，但係極度體現呢個防守能力方面嘅呢個防守搶奪性嘅成功率呢，其實係最差嘅。咁呢一個呢，我就表示有啲擔憂啦。咁好啦，我哋之後呢，再睇翻呢個個人嘅呢個情況先。好啦，咁進入個人嘅球員數據方面啦，咁其實干沙喺阿士東維拉咧，主要就拍住呢個 Pau Torres 同埋呢個連達洛夫或者係明斯啊，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組合，但係咧佢係屬於絕對嘅主力嚟㗎，呢個需要強調嘅。咁咧喺呢個人嘅維度方面咧，大家一目了然嘅話咧，就係佢嗰個左邊先啦。咁我哋見到咧非常之冷靜嘅一個中堅球員嚟嘅。
咁喺其他嘅頻道，譬如阮文傑啦，咁都有講過呢，就係話其實非常之依賴呢係一個佢可以話係樸實無華，但係我自己認為呢，就係一個非常之穩陣啦，亦都係你話去向前傳送啊，向前進攻啊，其實所有嘅呢啲 progression 呢，你唔使預佢嘅，基本上我可以再大膽啲講呢，其實係基本上呢係一個非常之保守嘅一個中堅球員嚟嘅。咁當然啦，呢度配合翻呢之前講過嘅維拉嗰個防守陣營嘅問題。咁當然佢要做嘅工作呢，就唔單止係要即係保護個防線，仲要同佢唔同嘅隊友啦，Pau Torres 嗰啲呢，都唔係一個快速嘅球員。所以佢作為一個可能最後一個包波型嘅一個有爆發性同埋身體條件嘅一個中堅呢，其實係你覺得？即係我以為啦，就一陣間咧再同大家比較翻阿仙奴嘅其他我想做沙列巴嘅咁啊，但係睇翻佢個人先啦。咁我哋咧就將干沙咧認為係一個咩球員咧，就通過呢個圖表咧可以大概睇到啦。咁係一個中堅咧，冷靜嘅中堅啦。咁亦都其他參與度方面咧，大家如果想再清楚啲睇咧，就睇右邊啦。咁其實咧比較上咧係似一班嘅。咁亦都你話阿迪達有冇機會再調教呢一位球員成為一個好好嘅中堅呢？咁睇翻佢個歲數啦，28歲，再睇翻佢過去咁穩定喺維拉嘅一個表現呢，其實我覺得一個踢法呢已經係定咗型嘅中堅球員嚟噶啦。咁你話如果要將佢同邊一個比較呢？咁好自然呢，就係點解要做呢個轉會市場嘅呢個一集？同埋點解要買入呢個球員呢？就係因為要頂替沙列巴啊嘛。咁啊，我覺得呢，值得再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佢同沙列巴嘅一個比較啊。咁啊，再睇睇啦。好啦，咁為咗全面啲分析呢兩位球員個分別呢，咁我就做咗一個對比嘅。咁啊，黃色嘅呢就係干沙，白色嘅呢就係我哋受傷阿仙奴嘅沙列巴。咁啊，比賽時間方面呢，其實大家都係作為主力噶啦，2600分鐘以上嘅。咁啊，左邊嘅呢個圖呢，就係顯示到各個維度呢，其實沙列巴同干沙呢喺冷靜度方面呢，其實係不相伯仲嘅。咁啊，喺呢個入球能力方面呢，亦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兩個都係作為一個比較冷靜型嘅中堅啦。咁亦都解釋到呢點解阿仙奴想簽入呢位球員啦。咁啊，progression 方面呢，當然啦，絕對有控球權嘅阿仙奴呢，向前傳送需要嘅做嘅東西呢，就要求沙列巴呢，就一定係高於干沙嘅。咁啊，阿士東維拉就成績就可以話係呢幾年呢，由艾馬利加入咗之後呢，就係一個中上啦，可以話係 keep 到嘅。但係今年呢，就 sell 咗好多呢個主力球員，咁所以就嚟緊今年嗰個成績就我覺得係有少少難搞噶啦。咁不過呢個題外話啦，咁我講翻呢個數據方面啦，參與度啦，主要嘅防守嘅能力方面呢，其實你見到都係沙列巴呢係遠遠優勝過干沙嘅。咁啊，包括喺防守嘅呢個defensive heading 上面呢，其實呢一個呢，作為主要睇中堅又好，或者頭先講嘅阿士東維拉點解會作為全英超最差喺爭奪球權成功率方面呢？咁啊，我覺得干沙呢一個數據呢，亦都好明顯咧反映咗佢全隊波喺嗰個防守嗰個強度，同埋防守嗰個積極性，同埋個防守嘅成功率方面呢，係作為一個好好嘅代表性嘅人物嚟嘅。咁呢一個呢，我覺得如果你話將干沙完全取代沙列巴呢，其實係不可能嘅事情嚟噶。咁可能你話阿仙奴有球權嗰陣 OK 嘅，咁啊你有個可以出波嘅中堅啦，咁亦都有，唔係話佢冇能力啊，只不過佢對波可能唔想去做呢樣嘢。但係喺最需要佢做中堅時候嘅防守能力方面呢，各方面呢係遠遠數據落後於我哋嘅主力中堅沙列巴嘅。咁可以想而知咧，就最衰嗰個壞嘅打算咧，就係後防線係會不穩嘅。咁再繼續落去再睇睇啦。好啦，咁再之後咧，我哋比較埋呢個加比爾同埋干沙啦。咁咧作為嚟緊呢幾個月或者上半季嘅，甚至乎成季都好有可能咧，就係作為一個中堅嘅搭檔咧。咁呢兩位球員嗰個特性咧，其實又睇翻啦，左邊呢度咧就係正方形嘅白色咧就係加比爾，右邊嘅呢個黃色咧就係干沙啦。咁喺冷靜度方面啦，當然頭先都講過啦，干沙就會係好啲嘅。
咁啊，加比爾呢，喺其他呢啲維度呢，雖然冇及得上沙列巴呢咁優秀啊，但係喺呢個頭槌進攻方面呢，同埋防守嘅呢個頭槌方面呢，咁啊解圍方面亦都係 OK 嘅。但係呢兩位中堅呢，其實都唔係太話擅長於向前傳送啊。咁所以呢，佢同呢個啱啱新簽入嚟嘅呢個金馬雷斯等等，或者史基利啦，而家我之前都有講過，史基利呢其實今季係會得到好多機會。咁點樣可以喺後場做一個接應同傳送呢？咁甚至乎我亦都之前提過呢，就係奧迪加特會唔會再 drop 得 deep 啲落去一個防守線上面做一個推進呢？咁我覺得呢啲係一個比較再新式嘅一個踢法嚟㗎，喺英超層面嘅強隊嚟講。咁但係喺過去社區盾當然有唔同嘅球員，有好多嘅唔同嘅組合啦。咁但係話新咗踢英超嚟緊，會唔會喺有一個新嘅一個嘗試呢？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好明顯呢，如果係而家英國時間今日晏晝啦，咁啊亦都係今日香港時間嘅可能係差唔多凌晨啦。咁啊，作為呢個英超開幕戰呢，咁希望睇到呢兩位球員嘅一個合作啦。咁而家呢，阿仙奴嘅呢個防守線呢，其實你話將呢兩位球員比較呢，我覺得係其實都係唔係話最佳嘅人選嚟嘅。因為呢，其實而家咁樣作為一個替補式嘅買入人嘅方法呢，去填補呢個中堅嘅空缺呢，我覺得係一個你唔可以話非常之優秀嘅一個轉會咧，只係話勉勉強強呢補充翻個人腳嘅啫。咁你話至於將干沙買入嚟之後，可以點樣可以填補翻沙列巴離隊嘅空缺呢？我覺得都係要睇實際阿迪達點樣去操作啊。咁但係你話個人嘅球員實力呢，我覺得係一定係不如而家呢兩大中堅嘅啦。咁但係可唔可以有效咁樣令到成個防線同埋一個替補輪換嘅人選咧，得到充分嘅一個休息同埋一個出場機會呢？我覺得係可以嘅。咁但係 overall 呢，成個轉會窗呢一個操作呢，喺干沙呢個買賣層面呢，我覺得係中規中矩嘅啫。我覺得係作為一個可以話係亡羊補牢式嘅一個買人啊。因為如果你要將沙列巴完全取代咧，喺現時嘅球壇咧，都可能係有難度。咁但係呢一個長遠嘅受傷呢，其實傷咗呢個後背脊椎呢個位呢，其實係可能係非常之長遠嘅一個麻煩嚟嘅。咁之前亦都講過啦，阿仙奴喺買人層面上呢，其實呢今屆嘅或者上屆開始嘅買人呢，其實係偏向於中短線嘅買人嚟嘅。咁買嘅球員呢，大部分呢都已經係黃金期嘅球員。咁你話再培養一啲新秀翻嚟呢，其實可以嘅。咁但係就唔係咁貴咯。我相信可能有佐利斯啦。咁但係就睇下佢今年第一年呢，通常球員踢呢個第一季嘅時候呢，都係會有啲好突出嘅一個亮麗嘅表現嘅。因為呢，對手對佢嘅踢法唔了解，咁啊各大球隊呢，好快咧，我相信喺上半季之後咧就會見真章嘅。大家見到頭嗰幾場波，可能話佐利斯咧非常之好啊表現，咁但係我自己咧就會都係有少少保留。咁但係無論姑勿論點都好啦，都希望咧今嘅呢個球季咧，同埋今場波對高雲地利咧，咁啊旗開得勝啦。咁啊節目做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只有足球台啦。咁我亦都咧盡量咧會係同大家做多啲直播同埋做多啲拍片嘅。咁啊各大平台咧歡迎 like 同 subscribe 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今集，拜拜。